好難，好多節目都好好睇，好多想講，講到聽朝。佢愛我有幾多，我就對佢有幾深。有一個重頭嘅，講俾你聽住。係5月13號41週年咯，41歲，41週年，41啦，我大佢啲啦。哇，3個真係睇少我哋喎！有澳門早晨啦，每日財經啦，財經雜誌啦。好困惑嘅時候睇下呢個財經雜誌，靈感即刻到。嗱，美美原是你啦，有得食啊嘛！嗱，馬交遊啦，同埋股彩認真啦，玩轉珠澳同埋可以學到好多知識嘅口述澳門歷史名人堂。澳門老店傳承，都懷舊嘅老店咧，都好值得去保留。澳門好聲音2，我啲咧雲南嘅朋友咧都過嚟參加，歌下咧犀利。至愛新聽力啦，至愛旗艦啦，升呢插班生啦。最新咧就係呢個崔記茶餐廳，好期待嘅崔記茶餐廳。崔記茶餐廳，崔記茶餐廳啦，已經先睹為快咗，所以我係好喜愛。我覺得係特別嘅小品嚟嘅。你偷聽，我偷睇添㗎，我直情開埋電視嚟睇。咁你背唔背到先？嗱，出字幕6個電視頻道，2個電台頻道，有澳視澳門、澳門資訊、澳門體育、澳門綜藝、澳門物卡衛星頻道，當然仲有澳視葡文啦。電台咧，你知唔知啊？我知 FM 100.7澳門電台。冇錯咗，我哋嘅葡文人士好中意嘅就係 FM 98啦。 6 + 2 8 channels。所以大家記得快啲落廣告啦，一定要落廣告支持我哋，好多地方都睇到㗎。